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大阪睇一間我哋今次住嘅 Airbnb，叫做大富士館。呢間民宿其實位置幾方便，行幾分鐘就到地鐵站，所以無論去心齋橋、蘭波，定係去其他地方玩，都算幾容易。一入門口，其實你會發現佢嘅設計幾簡約，入面主要係水泥牆風格，裝修唔算華麗，但感覺幾有工業風，而且空間感幾大，住落都幾舒服。門口位置有一個小小嘅衣帽間，可以掛外套同擺行李。對於旅行嚟講，其實幾方便。客廳有一張梳化同一張餐台，平時如果買咗外賣或者便利店嘢返嚟食，都可以坐喺度慢慢食。房間入面就有2張雙人床，如果4個人一齊住，其實都完全冇問題，空間都唔會覺得太逼。房外面仲有一個小露台，可以出去透下氣喎。浴室方面空間都幾大。而且仲有洗衣機，如果長住幾日，其實都幾方便洗衫喎。另外佢仲有一個小廚房，基本煮食工具都齊，簡單煮下嘢食完全冇問題。所以我哋今晚就去咗附近嘅超市，買咗鹿兒島黑豚同牛肉，自己返嚟煮拉麵做宵夜。哇！啱啱煮好嗰陣真係超香，而家睇返條片都仲覺得好想再食多碗。如果大家嚟大阪旅行，又想住得闊落少少，其實呢間大富士館都可以考慮下。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記得點讚同訂閱，拜拜！請支持同訂閱啤梨一家。